喽。这边了，好，就中间哦，中间1楼哦。从新人一路到这一次专辑，拿到金曲奖在你手上，对，真实吗？不真实，因为我就是完全没有想到的那个情况下，就很放空，然后觉得好，应该不会是我，然后对，我因为虽然准备了感言，但是我已经想说放弃了，对。那你刚刚的感言有漏掉任何人或者忘记说的话吗？我想说，历代我的经纪人，然后历代我的制作人，感谢他们，就是每一个陪伴过我的人，然后照顾我的亲人朋友们，对他们就是我觉得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决定都来到今天这样。等一下吧，我所以谢谢再走，不要走。1年发2张专辑啊，这张《西游记》，你有想过在金曲奖会有这么狂野的表现吗？没有，也没好，老实说有，因为我觉得团队太强了，所以我这一次《西游记》玩音乐玩得很开心，而且我玩得越开心，可能就越放松，越放得开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听到最真实、最自然的我，对。那你在女歌手的时候有很紧张吗？分隔5画面。哦，有，而且我一直在比那个五个人的脸的大小，然后我稍微往后退了一下。来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孙正熙的，换一个举个手。没有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累了，截稿了，谢谢，恭喜。